继续来看新北市长侯友宜，昨接甲北台湾国民党的县市长来合体，今仔日阁来参加到北基桃跨县区公共运输合作的论坛。外界普遍的看法，这是持续在打造国民党强主的气氛。侯友宜即阵到新加坡访问，敢有甲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来会面呢？侯友宜并无否认，敢若讲感谢甲尊重对方的安排。副总统赖清德批评国民党的国家认同，就亲像精神分裂。讲侯友宜这边最近嘛开始来强化着两化的论述。侯友宜已经伫几内的私底下拜会场合来提出着和平和民主的主张。侯友宜讲，国家就叫做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伫台湾成长永壮。请启动。伫咧昨和北台湾的南营县市长合体了后，新北市长侯友宜今仔日参加暨北桃公共运输合作发展论坛，互解说做是营造国民党强主的气氛。不过，别个县市煞敢有派副市长来。昨天是因为北台8县市的一个合作平台，今天的基北桃的整个运输合作也是由新北市来主办，这都是平常都已经规划好的事情。面对南营立委可能是压党中央要求加快定调速度，侯友宜强调尊重党的规范和节奏。不过，进前出访新加坡，侯友宜有一张无公开行程，佮上见面都无公开，大家拢感觉就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。一切都是尊重新加坡的安排，谢谢新加坡帮我所做的一切。侯友宜无食真，不过副总统赖清德批评国民党的国家认同，就亲像精神分裂。嘛传出侯友宜最近开始伫咧强化两化论述，已经伫咧真济私底下拜会活动内底，提出和平和民主的主张。我们的国家就叫中华民国，我们在台湾这一块土地不断的成长跟茁壮，最重要的是国家一定要安全，人民安心，社会安定。没有安全就没有一切。面对所有安全，我都愿意全力以赴。两化政策和国家认同，无比拢是总统大选上界重要的代志。毕竟2024事，还有其相关论述，嘛敢若当渐渐烧了起来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